习惯从小就有模样，什么大家都能把我的耍有模有样，什么并且更喜欢少年怪人，我在哪个想要去的冲上去少年，怎么该怎么该，不辛苦那挺自在，怎么该，牺牲的变手心开，怎么该，人心间定心下来，飞檐走壁过尽快去就来，跟着我向前一起左不全，拥有高权去惹毛我的人有危险，一再传给一个我们抽的烟，你放好多年，他一直在身边，怎么该，我打开任督二脉，同样比分两炸败，一被我。如果我有听过我的作品，为了感觉不去一生再见。怎么我自我习惯从小就冷落我的这么大，这个文化我的耍的跟我有两只用心，只希望从这份工作来了解了，不能说的去耍的就不一样。咩嚟㗎？哎，打斷咗。